真呀，弟弟，休要弟弟，母亲的你怎会因缘这个小姐？这个嘛，莫非衙内不满有病？你真呀坚持不了？哪个？莫非高家是他滔天，女儿低头了？弟弟，事到如今，你须在狗吃，这朗朗乾坤，母与王法，这东京既是干将，干将昔是东京。呀，呸！山家女弄子兄郎，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你是成话嘞，真无耻，你放了这了。丈夫背遭却你就不想临从发配去从身泪淋，想林冲为红发须实心，他为你们生女夫与恩人怕你得送美情，当日间你为何把虚实来撕毁？为这位
儿你心意你态度富贵，徐家金水富门。哦哟！战有宝玉一推，气冲冲打起了李帅府。李亚夫人仔细弄恩爱我，别一面之谜，
愈来愈想，哎呀，相公女儿守信真理，她怎肯纵任这个小姐，怎肯纵任这个小人家？便是姻缘是假，放在他对我言道，妇女今朝真用的，再相逢，是非是梦那里人？养我的女儿，好正娘啊！我丑寡真娘不给。弄兄当，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。这话来真不吃，你放了这了真呀，弟弟，休要弟弟，母亲你怎会姻缘这个小姐？这个嘛，莫非衙内不满有病？你怎样坚持不了？哪个？莫非高家是他滔天，女儿低头了？弟弟，事到如今，你须在狗是这朗朗乾坤，母与王法，这东京最是干将。干将昔日公卿呀，呸！这叫把虚实来撕毁，为这位黑之谁门？丈夫背遭却你就不想临从发配去从
从80、10岁，他为这位你们生女夫妻，与恩人怕。